大家好，我是梦欣老师。今日要教大家合拍舞图，运动非常的重要，故所俺就来学习一段舞图，伴大家来好好来运动。第一个动作，俺就要做麻花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七只碗片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张一摆哦。一、二的时候脚交叉到后面，二、三、四打开。点旁边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俺就要加上数只爱强壮的摆档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俺就在做麻花的时候，头看前头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俺就会数做得用力的摆荡
用力的摆动的时候，人嘅手才会人嘅动作才会看起来好看。再来一摆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人家就会叫同样要拿起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第一个动作是，人家就同样要推屁股，1、2、3、4的时候往另外一边3、4，稳片上同样1、2、3、4。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，稳片上跳舞大家看，准备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，稳片上同样哦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，大家有看清楚吗？接下来，人家就会加上数，1、2、3、4的时候数往上，1、2、3、4的时候往旁边3、4，稳片上同样。1、2、3、4，记得要四步而转哦。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，再来一摆。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。人家就要从麻花开始，预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的时候，数往上的时候，是不是往后翘一点点？鼓手还按呢，1、2，再来一摆哦，1、2、3、4。3、4的时候，是不是往左边转一点点？3、4，稳片上同样1、2、3、4，看清楚了哦。往上，手往上的时候，是不是顺势的往后推，脚趾头从弯曲的位置到伸直的位置，鼓手还按呢，1、2，再来一摆，1、2，非常好。人家就夹胸下，1、2、3、4。3、4的时候，脚跟轻轻的提起来，3、4。第3同样3、4，人家就要把动作接起来，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，再一摆，3、2、3、4、4、2、3、4，非常好。接下来人家就要从麻花开始，预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人家就第一组听一只动作的时候，另一只手要叉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从第一只动作来哦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安尼大家有好快嘛？接下来人家就来看麻花结束之后，叶片上的麻花，1、2、3、4，脚个踏开来，张做5、6、7、8。安尼大家有清楚吗？再来一摆哦，从第一只动作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听一只动作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
人家就爱数拍数较脚头的此刻呢，准备哦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安尼大家有听到吗？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再来一摆哦，记得咯，麻花结束的时候，就爱踏开来，安尼张做得接到下一个动作。1、2、3、4，再一摆哦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本气个呼吸调整一下，再来一遍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接下来，我哋要来弹音乐来练习一下，准备咯。预备，5、6，开始。大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哦。预备，5、6，开始。大开，非常好。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哦。麻花开始，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等下就要重复练习咯，准备咯，预备，5、6，开始，大开，非常好，重复哦，预备，5、6，开始，腳要踏起來哦，非常好，再2遍哦，預備，5、6，開始，大開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，最後一遍哦，準備咯，麻花，5、6，開始，大開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，大家就做到當好哦。接下來，我哋要調整一下呼吸，休息一下。大家好，我係夢欣老師，今日同樣愛來大家分享合拍舞蹈。我哋要愛好前面動作，第一個動作，我哋要同樣愛做旁邊的滑步，1、2，往後踩3、4，彎片上同樣5、6，往後踩7、8。張一擺哦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一個動作呢，之前的課程沒有學過，不過我哋要多練習。準備哦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加上數同樣打開交叉。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再來一擺哦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然後到第二做滑步的時候，有一些些的往上跳，1、2、3、4，往上跳，5、6、7、8，加上數，預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
加6、7、8。接下来，俺就会学第一个动作，脚往后踏，1、2的时候往前点，2点在前面，3、4的时候稳片上，3、4，再稳片，5、6、7、8。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接下来，俺就会练习数的部分，数同样挖钳的，不过咧，用只数同一个方向挖钳。鼓手俺就有一些些的往后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係唔係都簡單呢？再來一擺哦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然後就挖隻鉗的時候，有時咧彈轉來嘅感覺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接下來，然後就挖到下面的時候，是不是有一些咧往下做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記得咯，叫我夾起來，再來一擺哦。預備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再來一擺哦。然後就空下來，數把鉗，是不往後做。預備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同樣，俺就會身體會有一點點側面，鼓手俺就低下的時候，有一點肩膀往前的感覺。1、2，別壓，唔係壓片哦，係壓片。1、2，穩片上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。記得同樣冇再看前頭，再來一擺哦，預備，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俺就要從第一個動作來，滑步開始，同樣哦，準備開始。1加2、3、4、5加6、7、8，往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的時候咧，人家就會腳趾頭會稍微彎一點點。1、2、3、4，兩隻腳趾頭同時往下蹲。在裏邊哦，預備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人家就要從滑步開始，預備開始。1加2、3、4、5加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再來一擺哦，準備從滑步開始，預備開始。1加2、3、4、5加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接下來，俺就來複習上一擺的動作，準備哦，慢慢的來哦。預備，開始，麻花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推屁股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的時候滑步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撈鉗的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安尼大家有接起來冇？再來一擺哦，從上擺的動作開始，麻花，預備，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
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非常好。接下来，俺就会卡脚到位，准备咯。俺就从麻花开始，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再来一摆哦。准备，慢慢的来哦。预备，开始麻花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推屁股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再来一摆。准备，麻花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安尼大家有聽到冇？接下來，俺哋要來譬如我來刺看啊，準備咯。從麻花開始。5、6、7、8。滑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再來一擺哦。準備麻花哦。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再來一擺哦，加油哦，保持呼吸哦，準備，5、6、7、8，腳打開，滑步，倒拳，最後一擺哦，加油咯，準備哦，麻花。5、6，開始。滑步。打拳呢。非常好，大家就做到動好哦。今晡日俺就會好好運動，帶大家來跳一段舞蹈。今晡日俺就會舞蹈課程就到這片，希望大家拜拜。